近年来的日影爆款频出，2026年日本电影行业一片欣欣向荣。那么2026年日本最新上映电影有哪些？最新日本大片哪部好看？下面细说小编就为大家分享2026年最新日本电影排行榜，既有正在热映的大片，也有即将上映的佳片，一起来了解下吧，看看你最期待哪一部。霍霍女。霍霍女是由日本艺人吉田有里首次执导的剧情爱情电影，合作方为 KR Pictures 的高桥大典。该片于2025年9月在美国第13届 Beyond Fest 电影节首映，2026年在日本公映。影片采用日语对白，制片地区为日本。该片作为吉田有里的导演处女作，其创作契机源于数年前他在晨间节目中提及的导演梦想，后被高桥大典发掘并促成合作。教场 Requiem。 教场 Requiem 改编自长冈宏树创作的现实派警察推理小说教场系列，首次以写实手法揭开警察学校那从未被公开的真实内幕。木村拓哉饰演冷酷无情、白发夹杂又演为义眼的鬼教官丰间公亲。他在被称为未来警察的摇篮的警察学校中，以冷峻的目光审视每一位怀抱理想而入学的学员，与他们展开一场又一场充满紧张感与心理角力的对峙。而这次丰间教官将迎来第205期新学员，与他们掀起新的命运交锋。不久就要永别了。不久就要永别了是由三木孝浩执导，本田龙朗编剧，冈田惠和监修剧本，木黑莲、滨边美波主演的日本剧情片，于2026年2月6日在日本上映。该片改编自长月天音创作的同名小说，讲述在求职屡遭挫折后，以实习生身份入职殡仪公司板东会馆的新人殡葬策划师清水美空滨边美波氏，与严格指导他的资深殡葬策划师七原里二木黑莲氏之间的故事。扩散是日本导演白金执导，港月彦编剧，成田凌、泽尻英龙华主演，于2026年2月27日在日本上映。影片讲述护理员浅冈幸治成田凌氏因妻子接种疫苗后离世，向医疗机构追责并手持遗像发声，其行为被媒体塑造成夫妻之爱的象征。随着舆情发酵，反疫苗势力利用其形象制造社会对立，浅冈在舆论漩涡中陷入偏执与自我质疑。记者福岛美波泽尻英龙华是曾因医疗事故失去未婚夫，他主导报道推动事件发展，最终令浅冈成为矛盾焦点。木婉町仇杀。木婉町仇杀是由原孝志担任导演和编剧，柄本佑、渡边谦主演的日本悬疑电影，改编自永井沙耶子同名时代小说。2026年2月27日在日本上映。影片以江户之居町一桩血液复仇事件为起点，少年局之助当众手刃仇敌的一举成为坊间美谈。1年半后，自称局之助亲属的武士总一郎柄本佑是为查证复仇真相来到剧场，在与目击者周旋过程中，逐步揭开表面完美复仇下不为人知的隐秘纠葛。放送禁止我的3位妻子。放送禁止我的3位妻子以一部本应播出却被紧急叫停的纪录片为线索，记录了一名男子与3位妻子共同生活的影像。网页设计师秋元浩司。作为家庭经济支柱的公司经营者中赖由子、前模特前真里奈以及护士内野风4名相关人士被召集到一起，观看了一段丈夫被杀害的录像。90密。90密由曾有照顾母亲经历的中川导演执导，是一部半自传性质的作品。故事讲述面临人生抉择的高3学生藤村佑山石聪真是与身患重病却始终关爱儿子的母亲美孝兼野美穗时之间的亲情故事，在命运与时间的交织中，母子2人一同面对生命的无常与温柔，展现出深沉的爱与别离的勇气。你最后留下的歌。你最后留下的歌是由三木孝浩执导，吉田智子编剧，道之俊友、生见爱流主演的日本青春爱情电影，改编自一条甲同名小说，于2026年3月20日在日本上映。该片为三木孝浩与道之俊佑及今夜就算这份爱恋从世界上消失后的第2次合作。影片讲述普通青年水岛春人道之俊佑是与患有发育性阅读障碍却拥有音乐天赋的少女原坂绫音生见爱流是相遇后，通过共同创作歌曲逐渐产生情感羁绊的故事。
两人在10年间经历才华碰撞与命运起伏，最终以音乐串联起跨越时空的催泪爱情《鬼的新娘》。《鬼的新娘》是由池田千寻执导，永濑廉、吉川爱主演的日本奇幻爱情电影，于2026年上映。影片以妖怪与人类共存的世界为背景，讲述大学生东银柚子吉川爱是因长期遭受家人冷待陷入绝望，意外被鬼龙院一族少主林业永濑廉是选为新娘，两人由此展开跨越种族的命运纠葛。在妖怪世界中，被选中的新娘对妖怪具有唯一性，林业认定柚子后将终生只爱她一人。这段关系彻底改写了柚子的人生轨迹。万事快调 Evergreens， 万事快调 Evergreens 是由 R 山龙执导并联合波木童共同编剧的日本剧情片，南沙良、出口夏希、吉田美月喜、宇村仁成、金子大地主演，改编自第28届松本清张赏获奖作品。影片于2025年9月20日亮相釜山国际电影节，2026年1月在日本正式上映，片长119分钟。该片以北关东某乡镇高中为背景，讲述3名女高中生与一名宅男偶然获得大麻种子后，在学校屋顶秘密组建大麻栽培联谊会 Evergreens 的故事。